各位早晨，今日2月17號星期二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文怡，早晨，嘉怡。話咁快嚟到年29啦，今日都仍然係大霧同埋幾多雲候。係啊，天色都唔係幾好咁啊，今日大致多雲㗎，初時係有霧，日間部分時間咧就有啲陽光㗎，最高氣温大約22度，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風，稍後咧離岸風勢清勁。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農曆新年假期係多雲同埋風勢都幾大，天氣稍涼。睇睇今朝早嘅新聞提要。